你有冇試過某一刻突然覺得自己好似唔係自己？可能係夜晚收工返屋企，坐喺港鐵入面，望住玻璃倒影，你見到一個中年人，面色有啲攰，眼神有啲空虛。你明明冇發生咩大事，仲有份工，屋企仲喺度，伴侶冇走，仔女都算正常，銀行戶口未至於見底，但你心入面忽然有一句說話：我究竟做緊乜？呢句說話好細聲，但好可怕，因為你唔係冇努力過，你讀書、返工、捱夜、供樓、供養屋企，對人有交代，你一生人好大部分時間都係好負責任咁生活。但去到中年，有啲人會開始發現自己唔係唔成功，而係成功之後仍然唔知點解咁空。你可能會問：係咪我唔知足？係咪我太負面？但 James Hollis 呢本覺醒中年想同你講一樣好深嘅嘢。中年嗰種不安未必係你壞咗，可能係你嘅內在終於唔肯再俾你扮冇事。我哋今日唔係純粹講一本心理學書，我哋係用呢本書拆一個好多人都困喺入面嘅局，半生劇本局。你以為人生上半場只要按住劇本做就會幸福，讀書、工作、結婚、買樓、生仔、升職、儲錢、退休，但到咗某一日，你會發現完成劇本唔等於完成自己。可能你唔係失敗，你只係開始醒。呢本書唔係教你中年要點樣快樂，佢更加唔係嗰種叫你每日打卡、感恩、正能量、定目標嘅成功學。作者嘅問題反而更加難答。你一直過緊嘅人生係邊個寫嘅？呢個問題好大，因為大部分人以為自己喺度做選擇，但其實好多選擇背後都有一隻隱形嘅手，可能係父母嘅期望，亦可能係社會嘅標準，有機會係同學朋友嘅比較，可能係你細個為咗生存，學識咗要乖、要叻、要忍、要有用。由細到大，我哋好少被問你真正想點，你點樣活先覺得有意義。我哋多數被問入邊間學校，搵幾多錢，幾時買樓，幾時結婚，仔女讀邊間。呢啲問題唔係錯，因為現實真係要處理。但問題係，如果一個人一生只係答呢啲問題，佢慢慢就會忘記另外一個更加根本嘅問題：我到底有冇真正生活過？人生下半場係一個心理階段，佢通常由一種唔舒服開始，可能係失眠，可能係長期心淡，亦可能係婚姻入面冇嘢好講。有機會係仔女大咗，你突然唔知自己仲有咩角色，可能係父母老去，你第一次真係感覺到死亡靠近。呢啲感覺表面上好似麻煩，但作者會話呢可能係生命俾你嘅邀請，邀請你由扮演人生轉向擁有人生。我哋先講人生上半場。人生上半場最重要嘅任務係咩？係建立身份。細個要學識離開父母，學識喺世界生存。讀書、交朋友、揾工、建立關係、賺錢、組織家庭，全部都好重要。所以作者唔係話上半場嘅追求冇意義，冇一份工，你好難生存；冇基本安全感，你好難講靈魂；冇身份，你好難喺社會入面企穩。問題係人生上半場嘅工具，到下半場可能會變成監獄。年輕時你努力做好員工，因為你要證明自己有價值。中年時，你可能發現自己已經唔識除低有用呢個面具。年輕時，你努力買樓，因為你想有安全感。中年時，你可能發現自己被供樓、開支、責任綁住，連想象另一種生活都唔敢。年輕時，你努力做一個好父母，將仔女放喺人生中心。中年時，仔女慢慢長大，有自己世界，你突然發現，原來你唔知自己除咗父母身份之外，仲係邊個。呢個就係半生劇本局嘅核心。社會俾你一份劇本，做到呢啲你就會幸福。但當你做到七七八八，你發現幸福冇如期到嚟，嗰刻就好驚。因為如果你一生信奉嘅劇本係錯嘅，咁你過去幾十年點算？好多中年人最痛苦嘅地方就係唔敢承認呢件事，所以佢哋會繼續忙工作、忙投資、忙照顧屋企、忙旅行、忙睇手機、忙買嘢、忙保持自己好似冇事。但夜晚靜落嚟，心入面仍然有一個問題：我係咪一直喺度過緊一個人哋話應該過嘅人生？呢個問題好多人一拖就拖幾十年。但人生下半場最殘酷又最珍貴嘅地方係，你再冇咁多時間扮唔知。我哋成日講中年危機，一講中年危機就諗起男人買跑車，女人想重新開始，婚外情、轉工、
突然迷上運動，想移民，覺得伴侶唔啱，覺得人生好悶。但作者嘅角度更加深，佢唔係將中年危機睇成一場鬧劇，而係睇成一種內在衝突。表面上你係同工作衝突、同伴侶衝突、同仔女衝突、同父母衝突，但底層其實係你同自己衝突。以前你相信只要我成功就會安心，只要我照顧好所有人我就有價值，只要我唔犯錯人生就會穩定。但到中年，生命開始用唔同方式提醒你，呢啲信念未必錯，但唔夠，因為人唔可以只靠外在，仍可活一世。中年嘅痛通常唔係因為你冇得到想要嘅嘢，更加難受嘅係你得到咗，然後發現都唔係嗰回事。你以為升職之後會滿足，但升完只係更多會議；以為結婚之後會有人明白你，但原來兩個人可以同床異夢；以為仔女大個之後會輕鬆，但佢哋大個咗離開你之後，你反而失落；以為有樓就安心，但你可能只係由冇樓焦慮變成供樓焦慮。你以為財務自由就等於自由，但如果你內心仍然受恐懼控制，你只係一個比較有錢嘅囚犯。所以中年危機唔一定係出事，有時更加可怕係一切正常，正常到你揾唔到理由投訴，正常到你只可以同自己講，算啦，人人都係咁。但作者會問你，人人都係咁，係咪代表你要繼續咁？呢句其實好深層，因為人生下半場真正嘅成熟，就係停止用大家都係咁去麻醉自己。你要開始承認，我有責任問清楚自己真正想點，有責任面對過去有幾多選擇，其實係由恐懼推住我行，有責任咁收返自己人生嘅主權。呢度就引出本書好重要嘅概念，恢復個人權威。個人權威唔係自私，唔係我鍾意點就點，唔係唔理屋企，唔係拋低責任。個人權威係我終於願意誠實面對，對我嚟講咩先係真實，然後用成熟方式活出嚟。呢件事好難，因為你一旦真誠，你就冇辦法再用冇得揀做借口。中年最容易爆煲嘅地方，通常係關係、伴侶關係、親子關係、同父母嘅關係，全部都會喺呢個階段重新翻出嚟。點解？因為人生上半場，我哋好容易將自己未完成嘅需要投射落人哋身上。你希望伴侶令你有安全感，希望仔女完成你未完成嘅夢，希望父母終於認同你，希望上司欣賞你，彌補細個冇被肯定嘅傷。呢啲投射，年輕時未必睇得清楚。你以為你只係愛一個人，但其實你可能愛緊一種幻想。呢個人會拯救我，呢段關係會令我唔再孤單。只要佢明白我，我就唔使再面對自己。但到中年，幻想會慢慢褪色，伴侶唔再係救世主，仔女唔再係你人生延續，父母可能永遠都唔會用你想要嘅方式愛你，你亦唔可能靠任何人永遠填滿你內心嘅洞。呢個時候，好多人會以為係關係變咗，有時係有啲關係真係需要修補，甚至結束。但作者提醒我哋，喺你怪晒對方之前，要先問，我有冇將自己嘅未完成放咗喺對方身上？例如，一個人結婚多年，突然覺得伴侶好悶，完全唔明白自己，佢可能真係面對婚姻問題，但亦可能係因為佢自己多年來一直冇活出生命力，於是希望伴侶幫佢重新有感覺。又例如，一個父母對仔女控制好強，成日話我都係為你好，表面上係愛，底層可能係佢自己人生冇安全感，所以要用仔女嘅成功證明自己冇白活。家庭係最深嘅局，因為屋企人唔只係人，佢哋仲代表你童年嘅記憶、你嘅傷口、你嘅身份、你嘅責任感，同你一生人對愛嘅理解。所以中年覺醒唔係叫你反叛屋企人，而係叫你睇清楚，我係咪一直用好仔女、好父母、好伴侶呢啲角色去掩蓋一個從來冇被聽見嘅自己？真正成熟嘅關係唔係冇衝突，真正成熟嘅關係係我唔再要求你替我生活，亦唔再容許自己只係為你而活。呢句說話對好多家庭嚟講可能好陌生，因為我哋文化入面好多愛都混雜住責任、內疚、犧牲、面子同控制。但人生下半場，愛要慢慢由控制變成尊重。你可以照顧家人，但唔好用照顧逃避自己；可以愛仔女，但唔好將仔女變成你未完成嘅人生；可以陪伴另一半，但唔好要求伴侶替你解決靈魂空虛；可以孝順父母，
但唔好以為孝順等於永遠壓抑真相。成熟嘅愛唔係我消失嚟成全你，成熟嘅愛係我成為自己，同時容許你成為你自己。我哋講人生，好難唔講工作，因為工作唔只係工作，佢代表收入、身份、階層、安全感、自尊，同你喺人哋眼中有冇用。好多中年人嘅痛苦都同工作有關，有啲人係做到好高位，但覺得自己越嚟越空虛。有啲人係多年都冇升，覺得自己被就快俾人淘汰；亦有啲人係想走但唔敢走，因為要供樓、家庭、行業轉變全部壓住。同時，有啲人係明知份工係消耗自己，但又唔知除咗呢份工，自己仲可以做咩。作者喺書入面由職業講到志業，職業係你做咩揾食，志業係你嘅生命透過咩方式表達自己。呢兩樣未必一定分開。你可以喺一份工作入面找到志業感，亦可以喺工作之外透過創作、服務、學習、照顧、教導、探索找到生命意義。但最危險係你將工作變成唯一身份，一旦公司唔再需要你，你就崩潰；一旦退休，你就覺得自己冇價值。當你名片上嘅職銜消失，你就唔知自己係邊個。呢個就係身份綁架。人生上半場，你需要身份幫你入局。人生下半場，你要小心身份變成困住你嘅籠。好多人最怕嘅唔係辛苦，而係冇用，所以佢哋一直做，一直撐，一直證明。但人生下半場要問嘅唔再只係我仲有冇市場價值，而係我仲有冇生命價值。呢兩樣唔同，市場價值由市場決定，生命價值由你點樣回應自己嘅生命決定。如果你嘅價值完全由人工、職位、資產、客戶、公司評核決定，咁你永遠會驚，因為市場一定會變，公司、年齡、身體一定會變，人哋對你嘅需求一定會變。但如果你慢慢建立一種更深嘅自我理解，你就會知道，即使我唔再係某個職位，我仍然係一個有故事、有智慧、有感受、有選擇嘅人。呢個轉變就係由工作證明我，去到我透過工作或其他方式表達我。人生下半場唔一定要轉工，但一定要轉問題，唔再只係問呢份工俾到我幾多，而係問我將自己幾多生命交咗俾呢份工，值唔值得？我哋身處嘅時代好擅長提供麻醉，你唔開心可以買嘢，當你空虛可以睇手機，你孤單可以不停約人食飯，當你覺得人生停滯可以去旅行、換手機、換車、換髮型，呢啲全部唔一定錯。問題係，如果所有嘢都只係幫你逃避一個問題，我到底為乜而活？咁你就會發現刺激越多，空虛越深。好多人好熟呢種生活，平日辛苦返工，周末消費補償，一邊話攰，一邊唔敢停，一邊話想休息，一邊真係停落嚟又驚，一邊想自由，一邊又用更多責任綁住自己。因為一停，你就會聽到心入面嗰把聲，嗰把聲可能問你：你仲有咩一直唔敢面對？你一路追求嘅嘢係咪真係你想要？咁耐以嚟，你有幾多委屈，其實已經引導變成性格。呢啲問題唔舒服，所以我哋寧願忘。但作者嘅深度心理學角度係，有時症狀唔只係敵人，亦係信號。失眠可能係信號，焦慮、長期心淡可能係信號，突然對所有嘢冇興趣可能係信號，對某段關係突然忍無可忍，亦可能係信號。當然，如果你有嚴重抑鬱、焦慮、創傷、失眠或者自傷念頭，一定要揾專業人士幫手。心理痛苦唔應該自己死頂，但同時呢本書提醒我哋，人生有啲痛苦唔係單靠消除症狀就完事，因為症狀下面可能有一個被你忽略咗好多年嘅自己，佢唔係想毀滅你，佢係想叫醒你。中年最難面對嘅，往往唔係死亡，而係發現自己未曾真正活過。所以人生下半場嘅覺醒，唔係追求永遠開心，係追求更真實，因為你終於唔使再扮。咁點樣破局？作者俾我哋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方向，就係恢復個人權威。我用比較容易明白嘅講法，由等人批准你點樣生活，變成你願意為自己嘅生命負責。好多人成世都係等批准，等父母、伴侶、公司、仔女批准，等朋友認同，等社會話你成功。等某一日條件齊晒，先開始活自己想活嘅人生。但人生下半場最重要嘅醒覺係，可能唔會有嗰一日。你要開始喺條件唔完美之下，
做一個比較真實嘅人，恢復個人權威，可以由幾個好實際嘅問題開始。第一，我而家嘅人生有幾多係出於愛，有幾多係出於驚？你維持一段關係係因為珍惜，定係因為驚孤獨？你追求更多錢係因為需要，定係因為你永遠覺得自己唔夠安全？第二，我有邊啲角色已經唔再服務我，而係困住我？好人、強者、成功人士、犧牲者、孝順仔女、完美父母、永遠冇事嘅人、永遠有用嘅人。呢啲角色可能曾經保護你，但而家可能消耗你。第三，我有咩一直想做，但因為覺得太遲而冇做？人生下半場唔係叫你幼稚咁追夢，而係叫你認真聽翻自己生命入面一直未被回應嘅聲音。可能係學一樣嘢，可能係修補一段關係，亦可能係停止討好某啲人。有啲人係重新照顧身體，或者係寫作、畫畫、行山、做義工、教人、靜修。第四，如果我唔再需要證明自己，我會點樣生活？呢條問題好深，因為好多中年人唔係生活，係證明自己有用，證明自己值得被愛，證明當年嘅選擇冇錯，證明自己俾人睇得起。但人生下半場，證明會越嚟越攰，你要開始由證明轉向呈現。唔係我要證明我有價值，而係我想真實咁活出我嘅價值。呢個就係真正長大。覺醒中年最打動我嘅地方係佢冇將中年講成一場災難，佢反而話中年可能係人生第一次，你終於有機會問真正重要嘅問題。年輕時我哋好多時冇得揀，因為要生存。但到人生下半場，雖然責任仍然存在，限制仍然存在，身體開始變，時間亦開始少，但你反而可能比以前更清楚咩係不值得，咩係假嘅，咩係別人嘅期待，咩係自己真正唔想再拖落去嘅事。所以中年唔一定係危機，中年可以係一個人第一次真正醒覺。我唔想再只係完成劇本，我想完成自己。如果你而家正處於一個好奇怪嘅階段，外面睇落冇事，但入面覺得唔對路，請你唔好太快責怪自己。可能你唔係失敗，亦可能你唔係唔知足。佢問你，你已經為世界生活咗半世人，咁下半場你可唔可以為真實嘅自己活一次？人生下半場唔係剩低嘅時間，人生下半場可能先係你真正開始嘅地方。呢本書送俾每一個覺得自己好攰、好迷茫，但心入面仲有一點點唔甘心嘅人。因為只要你仲問我到底想點，你就未死心，而未死心就代表你仲有機會醒。如果你鍾意我哋用一本書拆解人生、職場、關係、金錢、情緒同人性背後嘅局，記得訂閱書女有局，再撳埋旁提示中。下一本書我哋繼續唔止講書，而係一齊睇清楚人生入面究竟有幾多局係我哋一直身在其中而不自知。